睇緊片嘅你哋，記得點讚、分享同訂閱啊，多謝晒！又係美好嘅一朝。相比第一日，雖然酒店嘅環境同食物嘅質素都大有改善，但都敵唔過復活節嚟張家界嘅人潮。簡單食個早餐，就出去逛一逛。呢度市容整潔，連巴士站都特別設計過。行咗5分鐘，就嚟到今晚睇魅力湘西嘅地方。再行遠少少，就見到又有山，又有水，又有橋，仲有直升機添。又一架直升機，係時候行返酒店，準備出發去武陵源景區。喺出發之前，收到個不幸消息，就係上天子山嘅索道壞咗。情況就好似海洋公園嘅吊車壞咗，全部人都要搭海洋列車上山。而家先等環保接駁車。見到人頭湧湧，今日除咗睇風景外，就係排隊再排隊。而家行緊去搭唯一上山嘅白龍天梯，終於見到白龍天梯啦！佢係有3部電梯，每部都有上下2層。對面條人龍好似離我哋好遠，聽到啲呼喚，搭 lift 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烈日當空下，大家都排到大汗搭細汗。白龍天梯，你知道我在等你嗎？入咗去有冷氣嘅地方，好似見到有曙光。終於到咗 lift 口，入 lift 啦，搵返個靚位先。由等環保車開始，到而家入到 lift，足足用咗3個鐘。唔通就係為咗等呢一刻？真係有幾靚嘅。電梯用咗88秒，就上咗326米。嚟到袁家界風景區。大航假期仲為我哋拍咗一段無人機航拍小視頻。行到有啲肚餓，就買咗塊餅食，又幾好食喎。唔想行嘅就可以俾400蚊人仔，就有2個人抬你上山，搞到2點幾先有得食午餐。園區裏面嘅午餐水準麻麻，
食完飯又排個隊，咁快又搭白龍天梯，原因係天子山索道仲未整好。導遊話如果要參觀天子山風景區，就要排隊搭環保車過去天子山，參觀完再排隊搭環保車返嚟呢度，然後搭白龍天梯離開，又或者而家直接搭白龍天梯走。團友嘅答案已經寫在牆上，一致通過，而家即刻搭白龍天梯走。終於返到山腳啦，馬騮都嚟到歡迎我哋。白龍天梯，世界第一梯，我今日搭咗，仲要搭你2次添。跟住搭車去食晚餐，食咗幾餐圍餐，都有啲家常便飯嘅感覺。都係有魚、有雞、有菜有肉、有湯、有甜品又有生果。飲飽食醉就周圍行下，有燈光嘅夜景係特別璀璨。呢位可能係博主做緊直播，都唱得幾好聽。條街擺滿攤檔，有串燒、長沙臭豆腐、即炒粉麵飯、鮮榨果汁。有啲似7、80年代嘅香港嘅戲院門口外面嘅小販攤檔。魅力湘西位於武陵源景區嘅國際文化廣場。魅力湘西呢4個字由黃永玉提名。劇場有3100個座位。劇目主要介紹湘西文化、民族技藝同民族風情。序幕係火鼓，火同鼓互相配合，有啲震撼。跟住係邊城嘅主角翠翠出場。之後係瑤族嘅爬樓梯求愛，仲有唱山歌，同埋驚險嘅雜技表演。睇完室內就轉去睇室外，賣下字畫，玩下飛刀，同埋玩下火，咁就過咗個精彩嘅晚上。天無3日晴，第4日終於落雨。見返琴日嗰個塔，一樣都係好多人，大部分都着上5顏6色嘅雨衣。今日去金邊溪，煙雨加上奇風，增添幾分凄美。去金邊溪先嚟落雨，唔通個天都唔鍾意我？不過雨中嘅金邊溪又有另一番韻味。高高嘅樹木，滴滴答答嘅雨聲，清澈嘅溪流，朦朦朧朧嘅山峰，形成一幅大自然嘅風景畫。
離開金邊溪去食午餐。雪耳湯、炆排骨、北菇雞、椰菜同扣肉、蒸魚、肉碎玉子。離開煙雨淒迷嘅天門山，出發去芙蓉鎮。嚟到一個服務站，呢度仲有洗車服務添。經過連綿不斷嘅山脈，然後轉搭電瓶車入芙蓉鎮。